你知唔知，我哋腳下粒地球，其實以每秒超過460米嘅驚人速度自轉緊。但點解我哋完全冇感覺？今日，我哋就一齊揭開呢個宇宙級嘅秘密。主要原因就係物理學上嘅慣性，就好似你坐喺一架密閉而且行得好順暢嘅火車入面，只要火車速度恒定，你拋個波上去，佢都會直上直落。地球都係咁，我哋地面同成個大氣層都係以同一個速度、同一個方向一齊轉緊，所以根本感受唔到任何相對喐動。另一個重要因素就係重力。地球強大嘅重力將我哋同所有嘢都穩穩地拉住喺表面。最重要係，地球自轉速度非常穩定同平滑，冇突然嘅加速或減速。就好似你坐喺飛得好穩嘅飛機，根本察覺唔到佢高速飛行。呢啲完美物理配合，令我哋安然無感地享受喺地球上嘅每一刻。